森林占台湾总面积的6成，会当讲是国土的命脉。2018年，苗栗南庄有一阵住伫个凤内村的赛夏族的族人，甲林务局签订着伙伴关系。除了人手经营林班地，嘛来发展着翅膀的事业，共同创造山南经济。因是安怎运用着传统的智慧守护家乡，佮是不是会当进行产业兼顾永续？做伙来看。也希望能够整理自己的土地，然后守护自己的这一片山林。毅然决然就带着我老婆跟小孩就回来了。这个循环经济呢，它对山林是不破坏的。跟我从小爷爷教给我的教育是一样的，山要守住，你没有守住的话呢，这个族群真的就没有了。爬行经过树林，阮到真深的树林内，看到了。我们是轮流的哦，2个人一组，要不然一个人哦。那手太酸了哈。手还有那个脖子要抬头。哦，来给你，接棒。一个人一整天这样子，会太累。苗栗县南庄大坪林道边的树林内出现一个蠕动的身影。姐姐，你都怎么选？要砍哪一个是不要的？因为这个是夹式的，坏掉不会长大了，所以我们要给它长漂亮。我们就旁边的小小的要把它砍掉。戴黄色安全帽10人左右的森林师傅班底，拢是来自凤内村的赛夏族的人。在真暗的树林内，计划挂草，因行伫祖先行过的山林，甘甘班长将盘山脉带头照顾着一草一木。我就出生在大坪部落嘛，这里叫我们从小的时候，那林班地他以前种，这个是第2次，也是差不多50、60年有了，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先导我们的山友说要注意。不要明火，因为我是负责监工的工班的人，所以你们有抽烟嘛？抽烟一定要把那个烟蒂，我要带回家啊。他们都很乖啦，他们都会按照我的规则。保护树林心情，同款嘛用伫最近几年来，因甲新竹林管处合作的错采工作。因为要供应国内的木材。年限到的木材，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砍伐掉，然后重新再给它种植新的苗木。它老了，它就会枯，会死掉，没有办法增进林相的更多元性的动植物啊。这片林场的作业方式真不同款，因用锁吊锁出来的茶，也因此草cây张景袂干呢雄浑累累。我们去年正式伐木。也是全台湾开第一个原住民群体一起伐木，而不是被平地人聘来做工的。我们是自己做这个工作，主要是赛夏族以前长辈就有在帮人家伐木的工作，所以他们都是有技术的。他们在伐木过程当中是很爱护这个土地，该书法的书法，该取的可以取，但是不能动的就是不能动。我们在伐木之前，我们要去做生态监测。我们会架设这个监视器，先看看这一片的林区里面有什么样的动物，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一带林场的森林资源，为日本时代开始到今嘛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早在1902年南庄事件之后，1908、09年左右，
当时日本就逐渐在这里开始伐木了。从小我看到以前都是汉人在标呢，他们有自己的工班嘛，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在地工作？在民国70几年之后，整个山林因为不准动了嘛，而这样的一个伐木事业就停顿了。不过现在林务局重新又在把山林重新再活化，在地的人能够因此创生又活化的话，这是最好的。台湾的国土有6成以上和树林砍掉咧，山是真侪部落族人的生活命脉。2018年2月，赛夏族人甲林务局签订伙伴关系，甲山林管制头号敌人创造和解的机会，成立劳动合作社，共管山林的资源、疏发、顺护、历经产业，本来看未到少年人的部落，开始调换游子返乡。我们跟他们签伙伴关系之后，今年迈入差不多第5年，很多工作啦，还要巡护的，大概有40-50个人。最年长有81，他还是去巡护，还是去那个山屋啊，去捡垃圾。上少年的发爱，退伍后就对老爸来到森林报道。对啊，1年多前了。比较喜欢山上啊，因为他在外面做的话，一个人要租房子，1个月1万多。后来我还跟他说，赶紧回来这边住家里。因为你在这里面感觉。不要惊，做伙做事配合了上好。很好啊，就比较乖哎。都是我叫他起床，我们都5点就起来了。对啊。处置有道，才会当心心不息，生活伫这居民更够感觉。认真做林，亲手去栽种，都要等几10年，树仔仔才会当变成树林，为在地披上绿意。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市开公车，然后因为响应理事长的那个号召，也需要能够整理自己的土地，然后守护自己的这一片山林，毅然决然就带着我老婆跟小孩都回来了。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传统领域啊。有我们那个巡护队以后，这边都没有那个山老鼠了，他知道说我们有在守护山林。他要我们说废物利用，那个不是废材，我们好好的利用还是很好用的。对我来说是废材啦，我都要烧的啦，因为我是在烤香菇，所以我都拿来要烧烤香菇。年岁超过65的彭淑英，也是合作社的一份子。因为伊的事业是toàn部香菇，所发来废材会当做治疗伤痛的盆栽，透过卡斯双手，会接合作社中专门做文创商品的组长。我的专长是香菇啦，但是我是觉得，林下经济方面的话，我觉得有钱好赚，什么我都去。空阔森林所带来循环生机，赛夏族人的山林本事，会当如何创造多元的林业价值？花粉啊，加一点点黄豆粉下去。很凶哦哈，因为这种的天气，它很不喜欢人家动它。烟熏一下哈。现在比较懂得说哦，要怎么样嘛？刚刚开始都是失败。这也有分工分掉。刚来的时候好怕哦，为什么呢？好多虫虫啊，这边就还没有开发嘛，就我跟我妹妹嘛，2个人就开始开垦了。这边就开始养蜜蜂，从2箱开始养到最多养到30箱哦。我就发现那个蜜源不够，然后就一直收箱，一直收箱，一直收到现在。
这几年本来惊虫的豆银麦，甲其他为零开始的戆人学生，开始伫树林骹饲蜂的日记。经过半年无收入的日子，经过学习，最后摸索出区域型小规模的模式，受到山南的甜蜜的回报。哦，这个有蜜，都会心疼。有蜜了就会很重了。哎，你看，真的是很幸福。哎，我也很幸福。哎，有他千军万马在陪我，要不然呢，我这把年纪了，蜂王，我拨一下，拨一点，跑得很快哦。所以伫海拔800公尺、100年前我树开的11个蜂箱，是用疏好的木材定的，因为挖进原始林有多元的蜜源，嘛培育出当地限定的新林面。那个游牧的，好比说哦哪里有龙眼蜜，就去采龙眼蜜。我们这边纯粹就是定住在这里就去采花树啦。我们这边好多蜜。今麦合作社逐年稳定生产差不多2000台斤5000罐的米，甲其他农产品拢放伫森林小站底卖。这本来是防止偷错菜检查站，今麦变成山内部落经济出发的重要一站。有先用吧。见下班没呀？我们本来正常，我们生态路在外面，还有一个仪式，但是没有关系。把路干到红，嘛改来，马路一来。这个它叫冷青草，也叫楼梯草，我们赛夏族叫党油，它很好的这个纤维质。那如果在山上海拔1-2千的时候，就找不到植物的时候，这个可以吃。吃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帮我们肠胃做个消化，吃一片就等于你吃了1颗高丽菜。对36岁返乡的青年，经委定解说员到森林去挖宝，行入嘉里山，那接受山林的知识，那享受到大梦的温中版景点。你今天来到原始林，没有任何你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步道啊之类的，真正的可以达到森林疗愈的地点。然后，可是，在我们赛夏族以前，这边是我们的传统领域，也是我们办成年礼的地方。听在地甲土地的声音，毕竟小旅行是最近几年来蓬莱村部落串联拿下经济甲文化体验的行程。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我们成年礼考试其中一个场域，老人家叫没有门的地方。我们是不在晚上打猎的，因为晚上打猎呢，老人家说，第一趁人之危，第二呢，你可能会打到其实我是在4年前的时候回来的，那时候就问村长说，现在赛夏族平均收入多少？他说赛夏族平均收入只有3000多块，因为毕竟以前我的爷爷都有在说，当你们有赚到钱的时候，你们是要回来部落带领族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我希望他们的收入都能提高。所以到了现在，他们的收入已经平均到每个人到1万多左右。随着山林的管制放较令蓬莱村在地居民再度踏上山路，由老大人的传统智慧带路，伫山内定根。原来以前老人家要我们守护山林是对的，山要守住，对不对？你没有守住的话呢，这个族群真的就没有了。这些山林线每一样都是绿色的产业。山南是赛夏族人的娘村，为着守护家乡，一阵心力军伫树林内驻守，建立起一领一领的生态流网，发展永续的心智连技术，和台湾的林业继往开来。